版画是用印刷方式产生的一种视觉艺术。认证版画是在国家的复制。在1949年，中国政府成立，一直到文革时期，版画是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台湾发展现代版画比中国更加早，也更多样，汉式带通也是影响中国的版画发展。不过，对2008年，陈准在甘南客家老庄头成立的版画基地过后，中国版画发展啊最结果。现时提起全世界最大的版画博物馆，按说明年会落成。还会成立陈准版画艺术学院，对点到线到面通盘发展。要照当年我们对版画到艺术村的发展来看啊，陈准用来利用客家老庄头来打造艺术品牌。廖准理当详细看待展现出来一种一种的铜版版画作品，同艺术创作地位有句话讲，每本五彩，就算强色，每做得对无同样层次来看出有冇无同样，比如讲neu淡深浅，其次到印出来时，老想象无同样，故所以同技师讨论纸版的油墨用色。风扇墨水唔拉，技师再会调色不落去，出只高度机器的健身项。一般来讲，制作版画除了创作的版画家，还有听音的专业技师，也做版画同印刷切无同样素材。版画有更加多艺术创作者主观同感性的层面，再用理性的机器来完成。韩国一种印刷印出同样东西，还有限体的。廖准理还对台湾的驻村艺术家，也没hand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读博士班。跟台湾来讲，台湾虽然快了一点，接触的艺术环境也比较快一点点，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的版画的发展是更多元化，在台湾的部分是更多元化，学生的创意度也越来越高。那整个比相较下来的话，到了中国，到了大陆这边念书之后，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创意性，但是这个创意性毕竟还是比较还在启发当中。其他两岸之间来来去去，当了解两片版画发展，虽然比起油画同水墨画一道，版画同两岸同样做係較少人為主要藝術。不過對2008年甘南版畫基地發展起來過後，中國的版畫當顯明呢用所講嘅陳準速度同嘅發展。16年來，規則版畫基地製作嘅漸漸嘅6-7萬種嘅原創版畫，品質同量就當佔動態。这个观澜版画基地这里，其实他们一直持续也在做推广、交流。那各个艺术家过来，各国的艺术家来到这，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不同的体验。那这个环境也好，那让艺术家可以很安心放下心来这边好好的创作，所以说挺不错的一个地方。那我会选择来到这里做创作，也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给我可以更发挥空间更大。深圳把这个关南当时这个牛湖村呐，这个最后打造成了这么一个版画基地的话呢，这个真是不仅仅是对深圳的文化的一个提升，对文化的一个品牌提升，真是对整个中国的版画，一个是说远了吧，对整个全球的版画，在版画界里面现在是作为一个品牌。彰化甘南客家老庄頭嚟做版畫基地體系工廠嘅中心。對2007年起時，陳準舉辦國際版畫雙年展，對體嘅50個藝術家、1000個人簽作品參展。到今年2013年嘅第四屆，超過80個4000人簽作品嚟參展，看得出甘南版畫基地嘅影響力。當年我們第一屆甘南國際版畫雙年展就得到了全世界50多個國家，2000多個藝術家的支持。這樣等於說，從學術這個層面，向全世界的版畫藝術家，向全世界的藝術家，在宣告我們在這個南中國的一個叫甘南的地方有這樣一個版畫藝術的交流的一個平台。所以這樣子，像這樣的版畫的話，會不會時間越久越值錢，還是它歷史的題材？這個看什麼？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不同的烙印嘛。那個時代它可能是最精華的東西，但在現在這個時候，那就很難說了，對吧？看你從欣賞的角度不一樣了。
对毛泽东版画画像历史 TV， 多少看得出头摆中国的版画，它个功能性比艺术性下较强。简单来分，中国的版画大概有3种：古典的、当代艺术的同一般性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中国风色革命同政权基础的需要，版画做得重复印，故所有它嘅传播效果。我同改革开放过後，到80、90年代，中國嘅版畫日漸日同革命嘅需求分開來，免單槍關心小橋流水嘅風景，還希望用到嘅藝術嘅畫語來表達對社會嘅關係。到了90年代中期的話，我就覺得這個整個的中國的版畫呢，就關注度就越來越大了啊，而且是這個風格也多樣。從以前我們說單一的木板，以前當然基本上是木板了，有少許的銅板啊、石板，是吧？基本上就是木板。那麼到了這個時候，因為版畫的這種它的這種材料吧，隨着科技的發展呢，因為版畫呢說出來到了最後，這個基本上隨着科技的發展，它不斷的出現新的版種。就拿銅板來說吧，我們在銅板，因為它是用的是凹進去的，就印出來。那個刀在那個板上刻一條槽，凹進去就印出來，所以叫凹板。木板是凸出來的，刻掉的就印不出來，凸出來的就印出來。版畫製作技術大概有4種：凹板、凸板、平板同空板。比如講木板係凸板，石板係平板，銅板係凹板。對保加利亞來嘅大學教授蒂莫最用銅板創作，佢咩頭一擺去到中國。I'm very happy to see that this place is a live place, a working place. I've seen many young people who come here with their children to ask about the graphic art, to see the kitchen of the graphic art, not only to visit exhibitions. For me, as artists, it's a very important peopl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kitchen of the graphic art. 對我哋駐村藝術家來講，他片看得到中國歷史文化影響力，提供下多元素來觸及佢哋嘅創作。In every step, I can see th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life too. This is very good for me. And one of my works, I make the watchtower. I take this watchtower from the history, but I put it today in the modern world. 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我吓了一跳，因为没想到可以在这么好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以后，觉得感受到古老的那种中国的生活方式，因为跟我们日本的那种建筑完全不一样的。色成油脂嘅技術先調色，等等上色，到上色時節，當用心嘅推過來見過去。對日本來油脂做係木板創作，同日本出的辦法工作條件冇中國咁好，客家老總體嘅環境係長期留下來嘅動力。我在日本的時候，做版畫的環境不會很好的，因為那邊很貴，所以我來這裡想做一會兒。待一會兒，然後做版畫，這樣來到這裡。然後來到這裡以後呢，真的環境好，那個旁邊的自然的樣子也很漂亮。一間落戶嘅係中國有名版畫家陳玉平嘅工作室，一規片呢係陳鳳年家族嘅老總頭，藝術村係提供來做中國藝術家部落。同版畫基地啟用過後，陳玉平係第一批本人邀請落來嘅版畫家，健康嘅一片，見到成長見發展。沒有版畫基地之前，版畫吧處於一個叫小畫種、小版種，並且收益和國畫相比、和油畫相比，都比不了，沒法比。但是版畫基地，
建立之前就搞的这个文博会的分会场，在这进行了一个交易会，使大家振奋起来了，给中国的百文化艺术家一剂强心剂。深圳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一个兼容并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国际化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版画艺术的交流，包括嫁接了这种有几百年历史的客家文化，这样呢，两者相形益彰的，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发展一个美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用电脑比对等一笔一笔全新的画码的，佢当经验的油画师傅吴添才，将文化一项补较足的话，陈准当初见要用文化来打造都市，其實唔單搶到版畫一項，陳準行人行較多嘅兩江區有一個大份油畫村，對改革開放過後，因為兼香港體力行家當呢片，天天嘅發展變做中國清代油畫基地。照批發上嘅調查，將美國油畫市場60%嘅中國油畫，大份嘅油畫就卡喺其中嘅80%。像吳添才一樣，大學畢業就落實油畫工作嘅畫家，同大份蠻幾多。油畫相對還是起源階段嘛，就是說它的價位相對便宜。那國外很多客商也看重這一點，所以說我們呢，而且我們的畫呢有很大的潛力，所以得到很大的發揮。所以我們就是在這裡面去努力的去進步，然後提升，然後他們呢就給我們源源不斷的訂單，那我們這樣的話就得到兩全其美啊，雙方都好。陳準元講，一千萬嘅畫兩邊前做錯嘅啊，同中國改革開放過後，中國油畫未停止發展起來，同一片也看得到當專業畫家傑畫出來嘅畫，未看得到一般嘅市場太中心化。簡單嚟講，中國嘅陳準已經變咗文化創意產業當重要素材。大分這個現象哈，其實以前在國內啊有很多城市有過，他們以前叫行畫市場。行畫市場就是拿人家的一些好的一些圖片呢，或者什麼，找一些畫師呢，就是說你跟我這個畫50張，那個畫60張，完了也出口到歐洲嘛。歐洲因為也很多人買不起真正的一些原作，他也需要一些複製品，對不對？但他複製品，他又不希望是印刷出來。所講嘅行畫市場，講嘅係要看重功能嘅商品化，咩有人講係較無價值嘅畫，主要係放原創高價值嘅作品。按多年來，大份藝術村除咗有高品質畫落來，係現成嘅畫圖藝術嘅產業鏈，無論係版畫也係水墨畫，同大份就前面多一定有創作嘅材料。它不僅僅是賣油畫，現在你比如說，應該說現在中國比較大的這種材料市場，就是繪畫的材料市場。應該你只要到關南去，不只要到這個大分去，你都能買到，而且各種這個層次的，便宜的、貴的到有很多是國外進口的，包括油畫布啊等等，就非常齊全。既然要用文化來打造都市，陳準建設藝術村唔係認真要一下規模就滿足嘅。觀覽版畫基地用到2個客家老總頭，請係推廣交流一啲基本功能，也順項當拖起全世界清代版畫博物館，一陣業務當嘅工廠裝做好，接下來還要成立陳準版畫學院，軟硬體強合作。那麼我們在未來發展規劃當中啊，我們還要有學術支撐，那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正規的、國際化的一個這樣的博物館，叫觀瀾國際版畫。叫觀瀾國際版畫博物館，這個館呢有18000多平。按照一個城市來說的話呢，你建設的時間短，而且原來的基礎，按理說在文化上面來講，那是肯定是很弱的，基本上談不上有多少文化了，對吧？但在這麼一個城市走到今天，我覺得這個就是跟政府的這種思維有直接的關係。台灣同中國都有客家老總頭，不過兩岸有無共樣處理方式，對發展文化想法沒無共樣。中國拆案多起案多，雖然有留下來地位，拆體的行較多，不過對比加到藝術產業按阿薩利嘅對張學老總頭發展變做全世界清代嘅版畫基地。台灣講嘅10年嘅文創產業，就算無同人比，有啥都冇個重點咯。